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因为唱歌就带回去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在今年2023年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聚集在上帝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感谢主，让我们经历过了过去2022年。不论在过去的那一年当中，你所经历到的是什么，不论你是经历在一个高山或者是低谷，我们仍然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他带领我们一起经历过了
过去的这一年。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相信上帝会放下他新的恩典，也放上他新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更多的经历他，也更多的在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当中，更多的去认识他。不仅如此，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更多的爱我们的神。当我们越爱我们的神，越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更能清楚，也更能明白，在这一年当中，上帝要我们走的路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上帝要我们去遵行的。愿今天早晨的敬拜，愿我们今天早上的祷告，也都成为馨香的祭，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赞美，也成为我们对神的倾诉。我们也唱这首诗歌。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在这对我说，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渴慕，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在上帝的保守，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我们平安的经过。我们为了我们的过去的一年，过去所经历的，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再一次的思想，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时候邀请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了过去的一年，向神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是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向你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主啊，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每一个时刻，你带领我们一起经过。或许在这个过程有高山有低谷，但主啊，我们相信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在当中。主啊，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看见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真的是每天都摆放下你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保守，主，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谢谢赞美你，谢谢你。我要永远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我要
要永远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接着我们为了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来线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眼界；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智，让我们可以再次的对齐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找寻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让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也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为了这个新的一年，为了你自己祷告，也向神求神赏赐你更多的力量、智慧在你的生命当中。一起开口来祷告，为这个新的一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为这个新的一年来祷告。主啊，求你赐下新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求你照着你的丰盛，照着你的信实，为我们降下你满满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不仅也只是领受而已，我们也要学习分享出你的祝福，分享出你的爱。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是学习将那个盼望放在你的身上，看见你的美好计划。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感谢你。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我们一起为了今天早上的敬拜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特别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当中，不仅进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也进到每个人内心当中。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早晨是一个热情的敬拜，是一个荣耀的敬拜，而且是一个领受的敬拜。我们也为了早上夏牧师的讲道来祷告，求神高抹夏牧师的口，让他所传讲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我们也为了早上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也特别为了在对面在教育中心地下室的这些主学的老师、这些学生来祷告，为每一个服事同工祷告，求神来帮助，让他们加添力量。也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让我们自己有一颗渴慕的心，有一颗热切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今天早上的敬拜，为了你自己的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慈爱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今天早上的敬拜从一个荣耀的敬拜，成为一个荣美的敬拜。主啊，求你特别祝福在早上的所有的服事同工的身上。主啊，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早上无论在什么样的服事岗位当中，都充满从神而来的力量，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充满力量，是带有果效的。主啊，求你祝福夏牧师今天早上的讲道，他所传讲的话语，传讲出了每一个信息是带有力量的，使听的人都得着祝福。也为了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线上感谢、线上祷告，无论在教会当中或在线上，主啊，帮助每一个人，打开每一个人的心，让每一个人有热切渴慕的心，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愿意来与你亲近，有一颗爱你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我们早上的礼拜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也从我们的祷告，也从我们的敬拜对主来说，耶稣，我要永远的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
台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要永远爱你，耶稣。用我们的心来歌唱，说神啊，我永远爱你，单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我要永远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更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单单爱你，我主，单单爱你，单单爱你，我主，单单爱你，单单爱你，我主。是的，主，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要单单的来爱你。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更深的来爱你。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更深的来经历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是带领我们经历一切风浪的神。主啊，相信你的信实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知道或许在新的一年当中，仍然有挑战，仍然有困难绑在面前，但我们相信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害怕。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惧怕包围我心，像耶利哥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巨人都要倒下，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新的一年，我们要看见上帝的应许再次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又是黑暗隐藏，愤怒偷走你荣光，征战中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的爱，是我一生的诗歌。我们在宣告，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胜过一切。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
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新的一年，我们再次来向神说，神啊，你的应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相信巨人都会倒下。新的一年要看见上帝的祝福，我们将我们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新的一年，新的事要再次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成长我们升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一年，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再一次做新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阿们吗？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成长我们升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成长我们升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神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再次用我们最大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在新的一年，不止上帝要成就新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有所回应，向神回应，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期待新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发生，期待新的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来成就。愿这样荣耀的呼召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成为上帝圣洁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荣耀的呼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
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我主，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我们一起对主来说，新的一年我要跟随耶稣，跟随这位爱我的主。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我们的主，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主，在新年的第一天，也是主的圣日。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为了你荣耀的呼召。我们愿意在新年的开始，在你面前同心敬拜，重新赞美，同心领受你的呼召。我们要一生荣耀主，成为我们人生最美的价值。主啊，感谢你，一年复始，万象更新。是的，主啊，我们要在你里面属灵的更新。这更新是去除了我们许许多多的软弱、不足、罪恶，而是面向主耶稣所做的呼召，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主啊，愿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每位弟兄姐妹领受神从天上来的启示、祝福跟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经节有2处，第一处是箴言29篇18节，还有另一处是使徒行传第2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旨意，人民就放荡无拘。遵守上帝法律的人多么有福！这情形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上帝说：“这是我在世界的末期所要做的。我要把我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奇异的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出来，甚至给我的奴仆和婢女，他们要宣告我的信息。”我们的经节攻读到这边，接续我们请圣歌队为我们献诗圣哉。随后我们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牧师的讲道主题是同做神国梦想家。同做神国梦想家。现在
的力量，我们要一起用鼓掌来赞美主。谢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跟服饰。这一首《圣哉圣哉》是我们富强教会圣歌队的招牌歌啊，招牌歌，应该都会背了哈。感谢他们今天有2堂的服饰，下午还有一个婚礼的服饰哈，所以很辛苦我们为他们祝福代祷。我们先做祷告他们等一下要先做休息哈下午再参与服饰，我们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迎接新的使命、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新的恩膏。感谢主，让我们在元旦的时候，也是主你的圣日。我们有很多的生活计划、休闲、旅游，但是我们先到主你的面前一起敬拜，所以我们确信一切的恩典、祝福源头从神而来。主啊，先有主的恩典，我们才享受人所享受一切的福禄。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力量跟呼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一起祝福了哈，我们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不知道昨天晚上除了跟好朋友聚集外，有没有真的有人跑去参加什么跨年什么烟火的？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没有吗？还是不好意思，早上我看的新闻很有趣大家都在报什么烟火什么的。但有一个小新闻很有意思，他说有没有人提出好像有人提出说，就觉得去参加焰火觉得很懒得过去他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不想参加呢？是开始进入职场，开始工作，那个兴致就没了因为到元旦刚好昨天是休假没错了不然的话平常过元旦好像就赶快躺下去睡觉，舒服睡一觉最好。那我想这是人的一种心态，一种心情。年轻人呢，读书啦，我们这些还没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很喜欢去追星啦到那个那么越冷越地方越想过去。不过总之，新的一年其实我们要安心的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祝福，这个才是真正切实际的。我们看到台湾好像在疫情当中面对一些很不是非常我们能够掌握的情境我们最近这几天另外一个新闻说，我们的政府去年爆发什么？多了4000多亿的税收。但是奇怪，为什么4000多亿的那个税收，为什么民进党会败得那么严重呢？就是很矛盾，对不对？原来国家有赚钱但是年轻人不一定有赚，大概就是这些大厂商这些领导的厂商赚国外的外汇，赚了缴的税多了4000多亿，那现在要怎么样要还给百姓？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台湾这个社会，一方面好像看见了机会，但一方面又看到很多的生命的一种压力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要求神，让我们了解他的心意，找到一条神所祝福的道路。无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多么大的演变，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那从岁首到年终，愿神都看顾你，愿大家新年快乐。所以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新年有新的祝福，好不好？好，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感谢主，这2天大家都传一个 LINE 的信息啦，我觉得很有趣。他说，2023年1月1号很特殊啦，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就是礼拜天嘛7日的第一天，那当然是月初跟年初，那刚好3天碰在一起，那是我们今年很特殊的现象。今年的春节也是礼拜天刚好都是在礼拜天愿神这样的
一个很特殊的感受，也同样降福气恩典给我们大家哈。那我们一起要来分享这个主题哈，跟这个新年好像也有一些关联了哈，就是说意象、启示跟默示，到底刚刚读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经文。他说，箴言29章18节，他教导说，没有上帝的引导啊，这个新翻译的圣经了我们和合本其他的经文就也写说，意象或是启示或是默示，人民就放肆无忌。遵守上帝的法律，就是遵守上帝的指引、教诲的这个人多么有福哈！但意象、启示、默示或是引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的理解是这样子，是带有上帝能力的指引，有可能是个人，那更多的是群体，甚至一个国家。那我们必须形成群体的共同目标、共同的梦想，然后我们得着能力去实践。这个世界这样的环节一直在产生，但是真正成功的不多。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流程有一个段落被割掉了，尤其是最后这个阶段，你有没有得着能力为你的意向去奋斗，然后你觉得很有价值，愿意为它摆上？那就是今天这个箴言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哈。那什么叫放荡无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目标，或是多头马车，没有方向，没有成果。在一个群体当中，很容易看见，哇，你的意见很好，你的意见也不错，但是没有办法整合。到那个一起整合，大家说，没错，就是这个方向，我们一起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一个教会，甚至一个国家，不缺这样的一个方向，或是一个人的一个建立，但是怎么样凝聚成共识，而且大家觉得是可行的，而且有能力，而且愿意去执行，而且做起来充满的活力。那么这是我们从今天这个主题所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那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哈，说尤其特别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彼得再一次引用了旧约约珥书先知的话，他是在针对五旬节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大广场里面，一大群人聚集，因为有圣灵的降临，然后彼得就在这个时候宣讲。他怎么宣讲呢？这段话充满了一个新的激励的力量哈。他说：“上帝说，这是我在世界的末期所要做的什么？我要把我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我要把我的灵，这个是前提的。我们一起来练这3段话，可以吗？我们更清楚。预备来，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年轻人要宣告现见异象，来，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而且这一段话不只是这样的宣告，而且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出来，甚至给我的奴仆和婢女，他们要宣告我的信息。这一段话看起来充满了一个正面积极但是我们要细心的查考。第一个是我的灵，神的灵同在，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奇异的梦，才是有根基的、有实底的，而不是空思梦想。他说：“把我的灵倾注出来，或者说要倾注给每一个人，我的奴仆和婢女。”弟兄姐妹，你愿意领受这样圣灵的倾注在你身上吗？是因为你愿意接纳、愿意高举我们的主，圣灵在你身上产生奇异的作为。感谢主，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想说，这个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不错，很好，也不是那样欢呼一声就过去了。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先有意象跟启示，然后进入行动的步骤。
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我们都会想，可能有人看见一件事情，看见社会的脉动，很多事情进来，很多讯息在你脑中就开始在做整理，不缺那种想法，不缺那种构思，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说，我的灵在你里面，这个构思才是合乎他旨意的。我们要从思想、从构思、从灵具开始，然后你要细心遵从神的指引跟教导。而且，当你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我们互强教会，我们必须要分享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组织跟计划，然后你还要邀请大家一起付诸行动。感谢神，牧师其实在32年前就在我们互强教会，我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感恩，就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很会思考，很会构思，但从没有人说我的才对，你的不对。这个是我们领受神的启发最重要的这一点，因为没有人想这样说你对我错感觉好像很没有面子。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就看见我们因为合一，慢慢再找出一个方向。其实大概在已经是20几年前我们教会在开始思考转型的当中，我们读了一本书，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华理克牧师所写的《直奔标杆》。那本标杆他把教会建造的一些很重要的组织架构做了非常棒的分析。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好像在传福音教会建造好像没有一个参考书可以做学习。所以那本书我们曾经举行长职的读书会，很感谢主，我知道过几年之后，我们教会就慢慢走向这一条转型的道路。很多事工是从这个得到启发。我记得那本书有引用了一个学者或是一个前个世代1个世纪多前的一位智慧的言语，这个人叫做史迈尔Samuel Smiles， 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他是在1812到1904年苏格兰的作家跟政府改革者，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智力》。他写的书因为在当时的英国的社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他提倡节俭这本书他还做了好几本称作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圣经。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一个行动思维的蓝本那我说这一本华理克牧师所写的直奔标杆他在其中一段话里面，他也是在讲意向跟梦想，他就引用了这个 Smile 他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今天很多人把它拿来当座右铭或是不同的文字描述方式但是都用这种格式来陈述他怎么说呢？他说：种下思想，收成行动；种下行动，收成习惯；种下习惯，收成品格；种下品格，收成命运。这位史迈尔在勉励当时的英国人，就是说，当时英国应该就是日不落国，全世界的霸权。美国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他们就是全世界我说了算这样的国家。但是这位史迈尔就提醒他们说，我们不要太过于乐观，好像什么事情在我都没有难成的事。你们要思考，从你的思想开始，然后你会慢慢产生行动。你行动久了就会产生习惯，习惯久了就会成了你的一个品格，换句话就是你的性格的一部分。这个性格就会决定你的成败，你的命运。我们常常很多人就停留在思想上，想了很多，但是没有行动。有的是想的不够透彻，行动错误了，方向错误了，然后那个错误的习惯就形成你的一个失败的命运，因为你已经脱离不出那种束缚跟格式。
那牧师觉得说，一个人他的成功常常跟他长久养成的一个方向跟目的或是目标有关。最近呢，我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们台南有几间那个排队店，就是那个小吃非常棒的小吃关门了关门了。我说奇怪，那生意那么好，排队为什么会关门呢？原来成功的背后是这个店主，他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功夫，几十年的沉淀，所以他在半夜2、3点就要起床，开始备料，开始为他们一天要服务客人的，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不能煮太久，不能这个品质一点失败，所以他变成一种习惯，他不会觉得半夜3、4点起床有什么样困难，是因为他这样的习惯，他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养成他的品格，所以很多人喜欢吃他的东西。今天来吃，不错吃，下一次再来还是一样好吃。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出门在外了，回来就想要去这个店里吃一碗他所喜欢的，甚至国外还是这样子。我记得牧师之前在盐城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位从盐城教会出身的我们台湾很出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叫做萧泰然，大家认识他，他现在已经过世了这位萧泰然教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在盐城教会服侍了后来因为移民美国慢慢就变成一位台湾出名的音乐家。那个时候他能够回到台湾，慢慢身体已经不好，还坐轮椅。然后有一次他回来盐城的时候，大家告诉他说：“你来盐城，回到这个老地方，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去吃2间那个店好吃的东西，碗粿还有米粉汤这样子。”一个漂流世界各地的人回到他的故乡，就想要吃那个美好的味道。我们想说，这些人虽然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他就是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但是你要看见他几十年的坚持，造就了他那个摊位那个美好的味道。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做大事、国家大事，或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当你的思想、行动、习惯、品格跟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期待这个圣经他所给我们的提示，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的一生的目标当中，其实不缺乏思想，但那个思想是要经过验证的，找到神给我们的启示，而且你要坚持的要去执行，让它实现。所以今天在新年的开始，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神国的梦想家。梦想常常有时候是带着负面的或是消极的意识的，其实不是。我们教会，我说牧师在这边前后已经经过了32年，我们的教会家庭小组在积极寻求意向的时候，包括我刚刚讲读了这一本10本标杆，通常意向都不是讨论来的，开会讨论来的。从牧师的经验，有时候是一群好朋友，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哇，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就蹦出来了。但是也许讲完了这个宴席散了，它就没了。但是可能有人会 catch 到那个点，这个不错然后就开始我们说孵梦，就开始在那边慢慢的凝聚，说这个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人开始全心寻求、祷告、默想，从圣灵得启示的时候，慢慢就形成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出来。所以寻求意象有时是一个人的灵修从神得到的一个 insight， 然后也常常是一群人，因为你同心合一，以神国为念，然后把自己私人的想法不是那么的固执，然后大家一起凝聚，然后发想而来。
教会是这样子，家庭也是这样子，你自己的公司、你的事业也是一样。刚刚我说，有时候我们听到意象哈，当我们讲到梦想，通常是比较负面哈，比较不是很正面积极的一个文句哈。我们从白话来说，意象好像是梦想、逐梦啊，异想天开。不过它的价值跟有没有价值，就差在那个一念之间了哈，或是一个抉择，一个确据。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说，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科学发明，通常是异想天开才会得到。如果说你说啊，按部就班，按照旧例哈，就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发现到现在，整个这个科学的发达到一个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地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古代的人嘛，就是前一个世代，他觉得说，怎么有可能一台那么重的机械做的飞机可以飞上天？任何人都觉得不可能，对不对？但就有人觉得不做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试试看，对不对？莱特兄弟他们就觉得试试看，然后他真的把一台全部用不论是铝啦，或是这些机械的铁的一架飞鸟，一个铁鸟飞到天上去。当时清朝碰到英国船坚炮利来中国的时候，很多守旧的那些官员说：“不可能啊，铁那么重，怎么会浮在水上？”钢铁的，以前中国也曾是航海大国啊，他们就是用大的杉木，对不对？很多木材把它造了一艘很大的船呢，怎么有可能铁的东西会浮在水上呢？但是就有人去思考浮力的原理，空间跟水的浮力，或是空气动力这些东西，有人去找到了他的新的思想出来。所以这些伟大的发明都是一群人在异想天开。我们知道台积电他养了多少科学家那些工程师，他们大概我当然不是在里面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弟兄姐妹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可能只有10000个思想，可能才有1-2个会实现，有的是给行为，反正就丢了。但是就是有人愿意尝试，愿意实验，愿意去努力把它实际出来。所以伟大的成就通常都是从不可能开始发想的，大家都理解。圣经旧约这个约瑟这个少年人，他做了一个梦，他的哥哥很讨厌，说这个弟弟走过来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做梦的，真的把他看成做梦的。但是这一个约瑟，他知道这个梦，神好像要跟他说什么，所以当他还没有实现梦的时候，是先受苦，先被抓被卖。所以39章2节创世纪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百事顺利跟那个梦还没有关联呢，但他就一直圣洁，在神面前圣洁，跟神产生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跟随主。所以21节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面前蒙恩。23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这个梦是约瑟的梦，但是他知道这个梦是从神而来，他只要按照神的道路走，虽然眼前是好像是相反的，眼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因为神的同在，就逐梦踏实。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说，做梦常常都是一个负面的言辞啦。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晚上在做梦特别是你有心事的时候，或是一些人世间一些吵杂的事，你会晚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我们都会讲说害我做梦都没有好好睡啊。通常把梦做一个很消极的排斥。是的，这是我们人的一个身体生理机能，但是我们其实要做的是白日梦，
那白日梦也是负面的名词嘛。但是记得，很多伟大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人敢做白日梦，而且愿意把梦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话来做一个激励，说敢于白天做梦的人才是可敬畏的人，敢于做白日梦的人，在他的生命就有无限的可能。勇于做白日梦的人，他的生活就充满了意义、价值跟喜乐。换句话说，这个梦会不会让你产生动力？这个动力会不会让你产生一个实践的能力出来？这个能力，你发现这个果实是跟你的梦越来越接近了。不可能的梦，白日梦不是明天就马上实现，所以你要走过一段模糊的，甚至是反面的，那个才是你的考验，对不对？你那个坎没有走过，你的梦就消失了，就像气泡一样。那这重点是因为你这个得到圣灵的能力，给你实践梦的能力。麦克阿瑟将军跟松下幸之助就是我们的那个日本的一个企业家，他随身携带的座右铭，他这样说：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的梦想不实际。梦想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而是为了给你人生带来意义、盼望和力量。这句话讲的彻底，让我们的心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哈。如果是实际，就不是梦了，对不对？我们按部就班，每天事情从早到晚就是照那个流程走没有什么梦想。梦想就是你敢跳出舒适圈，梦想就是你想面对失败也不怕，梦想是你想敢于挑战自己的潜能有没有被神所启发出来。感谢主。我最近听了2个故事，很有意思了哈。那是逐梦踏实，把梦想当成事实的一个见证。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可能很多人去过巴克里公园，对不对？崇明里，有很多人是崇明里的里民了哈。他曾经得过全国10大优良公园第1届全国景观大奖，在2007年10几年前也得到全球卓越建设奖。牧师有时候经过中华路或是附近的这个文化中心周遭很多建案的看板都写巴克里3个字。换句话说，他们就很想用巴克里这个公园的名称来让他们的建案非常的凸显，因为我们就建在公园的附近大家可以享受这个公园所带给你优良的住家的环境。但是这个公园原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垃圾场，但是有一位里长叫李仁慈里长，他成为公园的守护志工，不放弃任何的困难，不丢下任何人家的责骂也好，人家的阻挡也好。他原先是一个40几岁就有能力退休享受人生的人了应该是做事业那一方面的。然后他就邀集了2、3个喜欢爬山的人，想说哇，我这个退休好好享受人生，去爬山，享受那个台湾高山的美丽享受美好的风景这样子。然后他有一天看到我们这个崇明里有一个垃圾场那边大家都把建筑废弃物都丢在那边，因为那个是3不管地带，尤其那个跟以前的仁德乡有一些交界所以就产生一些反正3不管地带就有人乱丢垃圾。他觉得说，在市区里面竟然有这样的脏的地方，他就邀集这2、3个志工开始把垃圾清掉，还申请了市政府的垃圾车来把一车一车，经过车了好几百车就对了。挖到有一个程度有一些生意人觉得你这样做危害到我们呢就排斥他，甚至去告状说你怎么政府可以让私人申请垃圾车来载东西呢？变成他没办法工作。他想一想说，既然私人不能申请，那我就来选里长好了选里长就可以公权力来申请车。他真的去选里长，被选上了。
那经过好几年的努力，很多志工以前是旁边在看，好像你们在干嘛吼？没事黑白找代志做，安尼就加入了。谢崇明一些志工，慢慢把这个公园变成一个非常棒，恢复它原先的地理这个原先的地形呢。然后他们一些人就去研究说，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竟然发现说，原来在荷兰占台南的时代，那个地方就是水源地，有一个陂塘，在那边可以取水。今天竟然变成垃圾场，所以他就更加的有信心说，我要把它清出来。然后，就很多人拍的这个经典的照片，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崇明里的这个巴克里公园在秋天的时候拍起来不输给外国的景色哈。所以难怪那个建案要用巴克里来当他们的招牌，对不对哈？但是一个里长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把它完成，现在大家喜欢去散步，去那边参观这个风景。这个里长他自己讲一段话在网络上有写，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够被那条被人遗忘的河道能够重见天日。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小孩能够跟邻家的小孩牵着手，踏着蜿蜒的步道，穿过美丽的公园，平安的上学去。”他选里长，然后实践了他这个理想。我记得当初我们的母会东门教会，还有什么奇美的什么那个志工团队啦，或是台南企业的结果呢，很多人都投入了哈。那政府当然看到他们有很好的成果，也加入了这个行动，让这个公园从一个废墟垃圾场成为一个台南是一个好像一个都市的会。当然现在就连接到整个台糖，到后来我们看现在整个奇美博物馆整个环境都被改变了。逐梦踏实，从一个梦想不可能，然后把它实现了。另外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在南非有一个岛，很像台湾的绿岛一样，因为在南非国土的外海，所以呢非常险峻，而且风浪很大，所以就变成一个关囚犯的地方，也就很像火烧岛绿岛的监狱一样。尤其很多政治犯被关在那边，因为不怕你逃，你怎么逃？不可能。然后这个罗本岛的监狱有一个囚犯，这个囚犯没有名字，他只有编号，叫做466号。这位囚犯呢，在里面关一段时间了，他在想说，人被关在这边，要有一个理想，他就开始跟那个监狱的管理员，或是典狱长跟他讲说，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囚犯找一块空地，让我们种一些蔬菜，种个番茄。当然一开始那些管理员当然嫌麻烦，怎么可能还让你们去种田？你们被关了，被处罚了，还有让你那么好的事情啊？但这个囚犯就是不死心，一直讲，这样会让这些犯人有一些注意力的转移会陶冶心情讲很多好听的话。到最后这个典狱长袂堪的一路就对了袂堪的，好了，试看看他们真的把监狱一块地辟出来种菜，而且种出了非常这个口渴的这个番茄这样子。然后这个囚犯觉得有一个开始了，继续他就争取说，这些囚犯有些很年轻很喜欢运动，我们南非喜欢踢足球，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囚犯在那个这监狱里面设一个足球场，在那里踢足球？当然有被反对了那就一直争取，真的很有趣就是他们竟然真的成立了一个足球队，这个足球队到最后还参加国家的比赛，还被国际足球总会把它承认，说他这个队叫做罗本岛监狱足球队。这位囚犯他又不是没事干，而且他是政治犯，等于就是良心犯，他干嘛做这种事情？他知道说他要一直持续一个梦想，要把它实践。
这位囚犯，大家可能半猜到了，他就是曼德拉，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他一直持续这种信念，所以让他关在黑牢里面，他不灰心。你知道很多政治犯，他很有理想，但最后他抵不过那一种心理的压力，或是那一种幻灭，所以就有时候是疯掉了，有时候就是整个人变成废人一样。这曼德拉被关了20几年，出来还选总统，而且他促成了整个南非这个国家的和解，黑白的种族的和解。所以后来我们很多人就认为说他大概就是20世纪那个代表性的人物了哈。那当时的克林顿呢，还特别陪他去看他当初被关的监狱。还有我们看到奥巴马也来了哈。那一个囚犯变成总统，一个被关了20几年，丝毫不放弃他的意志、他的思想，是因为他知道，人一旦没有思想就老了，一旦没有思想就被淘汰了。弟兄姐妹，这位曼德拉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遇见什么样的生活。不要抱怨自己活得无聊，不要羡慕别人活得鲜亮。你没去，生活就没有去；你有意识，生活就有意识。”这段话成为曼德拉一个一生努力实践他理想的人。弟兄姐妹，我说很多人都有理想，很多人有期待，但是很多人是把这个梦变成实际，有的人是只想在他的思想当中呈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自己跟神国来做梦。第一个，我们常活在成长的边缘，意思是说，我一直不满足于现状，我觉得还可以再成长，可以再努力。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喜欢跑马拉松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在散步一样，走一个家庭式的马拉松跑个5公里像散步一样走完了。但他觉得不满意，就变成10马，再来就是半马再来是全马，他就跑下来了。很多人爬山从郊外的山开始爬，慢慢他觉得说我可以挑战这个高山了，然后开始学习装备，训练体力，然后找向导，然后慢慢他成为百岳的尝试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找寻说，神到底给我什么样的方向？到底我有没有能力去实践它？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倾注在你身上，那个能力就给你了。所以不要限制自己，努力寻求，多方尝试，而且你要学习在一个群体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我们分享验证，求上帝赐下实践的能力。实践能力就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周，元旦开始，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在我的生活上、我的家庭，甚至我的工作、我的事业，神给我一个意向，不要怕那个不实际的梦。那个梦如果是神给你的，他就帮助你，他就有能力让你实践它。我们也一起为互祥教会来做梦。这些梦是在我们所设的目标，我们需要更多人来认同、来参与。我们在2026年迎接社教54年，我们要思考说，互祥教会在东区这个地方，神赐给我们这个位置，到底我们能为主做什么？我们为神国的复兴做什么？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显现的旨意，大家一起凝聚，看见新的时代，很多人怎么样被神所用？我们要为门徒实践培训落实来与造就来做梦，为信徒生活的更新与丰盛来做梦，为实践社区福音大使命来做梦，而且让我们成为社区的祝福来做梦。有时候做梦就是一个想计划写起来就丢了，但有些人愿意为神摆上。特别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说，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带领一些原来对教会、对福音没有认识或是排斥的人，愿意走进来，是因为你要尝试神给你的能力跟恩典。你没有做，我们就说不可能嘛。你一做的时候，神的能力就给你了。记得去年
我们12月第2个主日，我们举行洗礼式，有20个弟兄姐妹受洗。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参与第一线幸福小组的人，他们可能邀了10-20个被死的进来，但是最后只1-2个受洗。你看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没力气了？如果没有神给你的意向，没有神给你爱灵魂的心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投资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办法保值了。但是就是因为再怎么困难我都要做，因为是神给我的使命，所以他们愿意摆上，一届一届继续办。今年做不好，明年再来，因为神会给你更多的一个资历跟经验。期待弟兄姐妹，你也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求神给你意向，而且重要的是，这个意向是可以踏实的、可以实践的。因这些圣经的经节，看见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看见教会实践的神给我们的意向。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个人都被神所祝福。我们要一起做祷告，然后来做一个差派请音乐可以开始，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圣经这段熟悉的经文给我什么样的启发？我们要得神的指示，看见他给我们的意向。我们要像先知约珥所说的，神的圣灵亲自倾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像约珥书所说的，我们儿女要宣告神的信息，年轻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这些不是空思梦想的梦，不是白日梦，而是可以逐梦踏实的梦。神给我们成为神国的梦想家。第二个，我们为教会新的一年的事工摆上，求神亲自带领我们，按照神的意向走。你也为你的个人的生活、工作、家庭，神给你什么样的启发，愿神赐给你能力来实践它，来完成它，来造就，来见证神的作为。第三个，我们为我们的所爱的亲人祷告。有的弟兄姐妹遇到病痛，有人遇到人生的挫折，有人在工作上不如意，我们都求神亲自为我们开路。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另一半，为他祷告，求神赐恩典在你的家，让我们因为跟着神的道路走，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新的亮光、新的力量来成就它。我们一起开口或是默祷，在神面前将自己的事来摆上，一起来祷告。天父神，感谢赞美你恩典能同在，你能力强能动，一起来平安跟我们同在，世上的来感谢赞美主，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力量跟我们同在，祝福跟我们同在。神啊，将你的日期施上我们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是有能力的，是可以实践的，是得神祝福的，得平安得恩典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能力浇灌他们中，让我们看见神，让我们在摆上，愿你为神而做。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开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要有上帝的引导，我们要遵守神你的法律，我们要领受约珥先知的宣告，你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宣告你的信息，要看见异象。我们即使是老年人，还要做异梦。主啊，将这些异象、信息、异梦放在每一个爱主你的弟兄、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些要形成教会的异象，形成家庭的异象，形成我们工作事业群体的异象，我们个人的异象。神啊，赐给我们能力，因为圣灵同在，我们就有能力来实践它，去追求。即使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失败，我们都知道有神的应许，神就要帮助我们来实现。感谢主，新的一年，求你带领我们教会整个事工的进行，越发的有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被疫情所
来掩蔽，让我们奋力向前。我们为国家、为了社会平安喜乐来祷告，也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关心的家人、亲友，以及我们教会的同工，遇到病痛的、遇到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家庭有困难的，还有事业有困难的，求你都亲自来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同在，那个力量，让我们不会退缩，继续勇往直前。神啊，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到你手上，年轻人交到你手上，让他们看见神的保护、神的保守，让他们行出一个神所看见美好的新的一代。求神的平安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要邀请第二堂礼拜有参加中保代祷的这些勇士同工站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做差派，愿神赐力量、赐信心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坐着唱这首诗歌我们要差派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前面来，我们坐着唱，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记得樱花处，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的事都已经过去，两排也可以哈。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你都要呼唤，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导，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圣灵引领我们看见新的意象，主要我们做的新事摆在我们当中。这一群代祷勇士要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做你的仆人，要成为代祷的同工，要遵守主你的旨意，成为代祷勇士，成为属灵征战的一个勇敢的战士。我们请大家拿着纸张，或是看着那个投影的画面，当我们说我的时候，你们自己念自己的名字哈。那其他弟兄姐妹也看着这些这个差派里的词，一起为他们做祷告。我们一起来，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2，我愿意遵守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3，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祷。阿们。我们也请我们的代祷勇士向后转，可以吗？向后转。我们弟兄姐妹为他们做一个热烈的鼓掌，热烈鼓掌。其实平常的守望祷告很多很多，
但是当你愿意走出来，进入祷告室的时候，神已经为你装上武器了，给你属灵征战的武器。所以他们不只要从神得到力量，也要请大家为他们代祷守望。所以这个时候，请你们举起祝福的手，可以吗？好，我们来为他们做祷告。谢天父上帝，这群代祷勇士，有的从开始就参加了，已经45期。我们发现，当我们走进祷告室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忠勇的战士，因为神要为我们而战。我们要攻克黑暗的权势，与空中的邪灵征战。因为有圣灵同在，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在每一张祷告卡身上，在每一个期望神实现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在一次一次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健康以及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当中实践了出来。主啊，这群代祷勇士靠自己没什么力量，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排除他们一切影响他们正常服事的时间。他每一次要从家里、从工作场所来到教会的时候，求你引导他们平安、充满着信心的走入祷告室。那么在祷告的时候，每一张祷告卡就有如神给他们明亮的光，看见一个新的可能。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会退缩、失去信心，请你帮助这群代祷勇士靠主来得胜。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排除更多的困难，让我们愿意也参与在这个祷告的行列当中。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祷告的同工，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为他们鼓掌拍手，可以吗？谢谢。好，请回座，请回座。我们要请失献的同工开始来收奉献，谢谢。我们一起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接着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诵读本页的经文。我们周报有，后面也有，荧幕也有。
我们诵读2次，开始。当从诵谢尽，当感谢他，颂赞他的名。诗篇100篇第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第4节。我们周报第2页，下一个礼拜的服事同工，请大家留意个人的服事项目。我们司礼下礼拜是陈秋雨执事。相关第2页、第3页的聚会讯息，请大家过目浏览。第4页，肢体交通，总共有10点，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一一报告。其中第4点，财务部的消息是，我们新的年度在1月8号以前要来受理各单位的会计簿册，请各牧区、团契等等的服事团队，再依照这个时间来提送到办公室来缩减。还有第2小点是我们有使用1年份的固定奉献袋，牛皮纸，用牛皮纸制作的，这是一个袋子使用1年度。大家可以新的朋友可以写上姓名，或是电脑编号由我们教会同工会来做处理。另外也期盼我们陪参会员，无论金额多寡，都能有份的为此向来奉献。第3小点，我们有推动分项的奉献，感恩节期的奉献，还有为了福音宣教幸福小子事工的宣教事工与门徒培训的专账，以及我们为了奖助学金专用的生日奉献。第5点，我们开始要收集和会的资料，缴交的时间也是跟我们的会计簿册一样，在1月8号以前送交给我们办公室来汇整。希望我们各牧区、团契、事奉团队能够做事工的报告的准备，以及今年度的预算，在做电子档后送给我们罗秀婉干事来汇整。第7点，随后的庆圣会，我们牧师会来主持。第8点，有2件喜讯的信息，喜事的信息。第一是今天下午3点，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吴玉轩姐妹以及杨成敏先生这边举行结婚的礼拜，欢迎大家来莅临观礼以及为他们祝福。第2小点是我们居信小子的杨维荣姐妹，她当妈妈，我们也为感谢神能够让母子一切都平安，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第10点，我们下礼拜是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由中心的主任高伯恩牧师来为我们请安讲道，我们做一个了解。还有我们今天没有爱心午餐，下个礼拜才有，因为年假的关系。还有我们敬拜中心的1楼柜台旁有很多遗失的东西摆放在那边，请有失落的人可以去那边认领。第6页、第7页的肢体交通，请大家浏览，关心，为他们代祷。我就简单报告到这边，接着请牧师为我们补充。
好，谢谢。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哈，就下午有吴玉轩姐妹，是我们文珍姐妹的女儿，她从美国回来所以要在这边补办这个婚礼如果弟兄姐妹时间允许，可以在3点参加这个婚礼来为他们做祝福哈。刚刚特别提到我们新年开始嘛我们这个奉献有一些报告，那主要重点是说我手上有拿一个牛皮纸的这个信封，这个奉献袋它是1年用1年期的。那去年有参与奉献的，我们都贴上你的电脑编号，你的大名放在那个奉献袋的柜子上面。如果有弟兄姐妹你说，这个我是新加入的，我想参与约定奉献11奉献还有节期所有的这些特别奉献你1年用一个袋子就可以因为很多格子你可以知道说，我哪一个项目有参与奉献放在那个后面的一个奉献袋柜上面如果还有需要的可以去写。然后如果第一次参与的，他会帮你做编号，然后会在一个搜查表上面看到你的名字编号几号这样子那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参与跟配合那刚刚有提到说第9点的消息有讲到说，大桥教会就是吴伟渊牧师他所牧养的大桥教会，因为他们建堂缺了经费所以他之前曾经来过这一次要在春节前来我们教会举行义卖他们做的都是一些生鲜的那些菜用罐头装着用冰的冷藏的有一些是什么木耳啦一些很好吃的，我们在配饭可以很好吃的食品因为它要提前制作，而且呢它必须要保鲜嘛所以如果你弟兄姐妹有这样想要买来当伴手礼或是在家里食用等一下在楼下它有放一些订购单等于参与他们的建堂义卖做奉献就对了如果说你要几罐或是几份先把它登录一下，然后他下个礼拜拿过来就有你的量不然有时候做太多也不行太少又不好所以这一点当然他要连续2个礼拜，就是为了让我们不会漏掉了如果你觉得有需要提前来登录请一起来帮助他们教会能够赶快把这个建堂的施工我来完成好我有听到我们教会的清洁同工有在提到了当然这个比较少碰到，就是说我们教会这个椅子是白色的，而且是上面都有一些花纹如果在上面踩踏很难清理啦他说请牧师反映一下，如果有小孩喜欢跑到上面去玩脚踏那个脏要清洗很困难，请尽量避免当然有时候不小心踏上去了有痕迹，也赶快用纸巾或是湿的东西把它擦干，不然干了之后很难清洗这一点有一点需要配合，特别是有带小朋友过来的难免会有碰到这种现象请大家一起来配合那今天因为连假了，没有那个午餐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自己私人的行程另外明天因为礼拜一是连假的假期，所以我们教会办公室也没有开放请大家不要扑空了，来找不到人了要休息这样子。好我们来做结束，等一下来做庆生会。颂荣我的神，我的王随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尤其在新的一年开始，大家领受祝福、领受恩膏、领受恩典在
一年当中行出神美好的恩典跟旨意，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我们请同工来预备这个蛋糕的蜡烛我们要庆生才离开哈。今天是1月1号，我们有元月份的寿星，请起立好不好？我们为你唱祝福的诗歌。唱完诗歌，我们要请我们的寿星吴昌成执事来吹蜡烛来一起来唱，请起立寿星请起立。Happy birthday to you！ 要拍照来慢慢吹，慢慢吹，来，好，请寿星吹蜡烛，拍手，拍手，拍手，谢谢。我们来为这个寿星来祝福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你的恩典满满在这些寿星身上，因为他们每一次过生日，就见证了神的恩典，在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事业，以及他们的所有服侍你的项目，都得神的保守。主在一年的开始，这些寿星前面的道路，求你亲自保守，赐福他们，让他们每一次看见神的带领，他们所做的事情都顺利。也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年的这个假期，大家出入平安，有神特别的恩典跟保护。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这给寿星鼓励一下我们给隔壁再祝福一下，祝你新年快乐。好，感谢主，好，大家平安大家慢走，平安。谢谢，谢谢。我们等一下有同工帮忙来布置要布置下午的婚礼婚礼的会场请